命中杀去，会给好野人翁哦。有后生无？有后生，唔那一个，有两个。艾米，我若是离婚，你敢肯嫁我？好啊，你拢无了解伊，伊是重男轻女啦，我会当替伊设一个后事。这相片本来不应该互你看的，因阿姨伊的心早就无你爸爸的身躯顶头啊。这不是陶伟哥吗？其实昨晚我有去找陶律师，甲伊解释这张相片。伊安怎讲？你敢搁继续你爱？无啊，拢无啊。大伟，多谢你，你是我上好的朋友。咱两个本来就是朋友啊。老实甲你讲啦，蔡律师哦，爱我甲你交一个朋友啊，想要探听看卖，你敢过会压力丹丹？若是最后伊也是决定要甲丹丹离婚，上无，阁有你这个好朋友，会当当做丹丹的依靠啊。这是你6年前画的。孕妇所做顶管做的代志，你敢无详细看？你逃避我的陪伴，是你家己无想好拿出来。但是你还未决定讲要甲这囡仔留落来，是？较好。你互我阁想看卖好不？这个囡仔你要互伊生带，你若无甲阿姨离婚，我就互伊生带。